新年新色，百年更新。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高博文，我是陈英。陈老师啊，今朝是年初六，是的。还是让新年里向，我想这个广大观众朋友们今朝在到南京大学来捧场，首先啊，以两高里要向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拜个年那个哈。应该的。祝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龙年大吉。那么今朝我们的南京大戏院呢，可以讲是高档艺术啊，星光灿烂。并大家一口演艺的精神，马上就要登场。那么陈老师啊，我们晓得南呢，春节了，一般在是往杭水屋里向过的，是西游边浪向吃吃茶，朋友亲眷细细来得个能耐。今朝只有年初六，你就马上赶回到上海来去搿场村上真正服用去。呀，这个是一定要来的呀。作为一名蓝地友，我想把干多了嘛。哎，那。我们常常讲是讲蓝有点跟他说。哦，讲得蓝有跟他说的，是这个蓝不是讲那年纪的，年纪嘛看上去40出头了。哎呦呦，这蓝绿在讲搿是辈分的，今年的一位资深男演员，哎，来多听他。大家来你青年演员当中用你的名字。中青年是搞不进的在，那今朝只能来搞搞在。作为一名蓝演员，伊平台讲有什样一位有神队的，他青年研究备注上，伊应该赶得来，做好共赚就好。对，所以呢，今朝你那个来跟主持人还有掌声鼓掌。谢谢。是各位分登场的，是吧？所以今朝我们有许多领导、嘉宾、老师、观众。啊，为了新年休息当中放弃了休息，在到南京大学来捧各位青年的场。对，那么我想继续我想说，观众朋友们啊已经期待很久了，那么马上要请出今朝的主角，我们上海平台这个优秀青年演员金榜十佳企业凤光演艺之星罗金虎首亮登场，有请罗金虎先生。今朝罗金虎呢呵，长得像新娘娘的个啊，身材苗条，面孔漂亮，不得了。那么我想呢，现在个罗金虎心里肯定蛮激动。今朝有10个新这个领导呢是嘉宾观众来捧场啊，那一定有很多要讲的闲话。我想呢，尽力这样表达那个心意。首先呢，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还有领导老师，在了百忙当中，春节期间啊，今朝外头天气也不是特别好。来捧我场，为我讲语鼓劲，这时候我心里是非常忐忑。今朝呢还蛮激动，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年演员，能够有这样好的机会，能够办一次专场，是非常难得的事体。那么我觉得这个一场演出呢，也不能够努力定期用功，啥个新啊，啥个专场，我只不过是拿我好在平台以来。我带个么子，今朝跟台浪向做一次回摆演出，希望观众呢都提宝贵意见，让我不断的进步。因为有很多的支持，才会得让我有更多的信心走下去。我爱你们，谢谢。应该我经明我讲，作为一个青年啊，我朝气蓬勃啊，这个青春与气息啊，洋溢了大家，觉着非常热血沸腾。下来我马上听你唱着。那么大家晓得罗金虎呢，这个脱颖而出呢，是辣我们08年上海举办的平台金榜青年大奖赛上脱颖而出，一出力量得到了行家观众的好评，印象蛮大的。成为叫新一代的力量形成。今朝第一场节目，是要为大家一场力量的代表作，快速人口一曲《新莫来时》，请大家欣赏。我随前期国家赛获胜嘉宾为高博文。马上要做啥活了？本局的队伍非常的强大。来，有请星星上座。
雨来，吃过小胡子呀，几分美来，大屋里红妆，写一份积累，呼呼风花梦大呼呼，想起一家，喜气上弥漫。黑我东国门，手我西国双，偷我自日干，张我举日上，当川援兵，对镜贴花环，黑线出门行后后门其他心间人，冬眠一人雨在，不去将军谁是女人不敢两女女，唱出多么的女英勇的英勇气概。那么你平台呢，一出都唱，我来要听观众朋友们听一听，一位多岁首歌，并他我人的平台，也是哪一番成绩？刚才你平台讲，人并不多。再过这样一个大家庭人，今在陆金华饭桌上，举在同辈的青年，大家都得来捧场帮唱。李大拉师辈，像洪国良先生，你怕受人。李三刚才自家和李三能办喜事的啦，要赶得来唱唱上那一个台面。那么大家才晓得。白牛丫头，绿ผ้蛮多，背本也蛮多。那么今天呢，以你俩的力量来对唱上的改变，大家从闻听过。所以你也请大家欣赏一下，这个一张悲剧，一个的对唱，白牛丫头，有请两位。现在里头多花，那么啥个花呢？叫七叶花，因为七朵叶子呢，侪是用的，这有是不得了。上海平台头第一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所有的代表性的人物，今朝统统全部来着，不得了。那么我也算蛮一致，绿叶，不过不是绿颜色的绿，落下来的绿。江明的73岁是落下来的。那么今朝蛮开心，因为伊来以后了，看见青年的成长了，侪是高兴得不得了。我一直看下伊的，金榜之前，相应青年之后呢，我第一趟听伊，哦哟，音色甜美，味道浓郁。这个小娘也出来了，果然金榜一炮当响。那么搿2年跟你接触得多呢，还觉得你来得个聪明好学，我打不过呀。因为艺thuật的技巧啦蛮难开的，
加上了这句，那么你等于讲，我来说，那风水是不是不是？但是并不懂。那么，拿你的这次你的这种价值，不需要带来什么？你说听众啊，试试看听听，听得快的，但是听得过了，那么不大容易呢，受了楼上了。正经，带有压力。隆咚，黑龙接人兵，月色迷蒙，月头弯。一人人说风推山关。咚咚，大鼓有里冷清清，家把月一路花几走，脚步千里无人。他一勾身，一盏灯，黑影匆匆跟随门。狗呆呆，都是大相顾。去看那林妹妹的兵器，开口几成，轻恰动位叮当响。呀，我是放心，不像你林姑娘，多得你谁能分缘？他们眼泪一大瓶，他与这吉他是一的钟声。一个儿家林妹妹，一个儿把边胸撑，眼一开刷泪。
什么这有
你须飞。
去来续费的啊，莫心间，只也没敞开心扉来寻找啊，天涯何处？我去来续费的啊，莫心间，只要那政府的空从事的啊，里走往里落的温馨体的供应商，低迷的时刻总会来到啊，迎福的乡里。把水走啊，哆咪来哆嗦啦，哆来哆啦。好，刚刚我经过一场的一系列的理念的开篇，它是谁说？那么我们晓得，平台嘛成为刚之后，你对于一个又是一个曲种。我今后呢也可以讲，你是我们平台家培养的青年。为啥这样讲呢？你从收税平台上毕业，现在到收税平台头，让收税平台这个培养下头，打下了扎这个基本功。原来呢，有那个上海举办的平台金榜大奖赛上脱颖而出。那么因为你屋里上上海，所以呢，作为人才引进，在第二单位上海平台。那上海平台头呢，也得到了老师们领导们的培养。所以讲，你是平台家培养的青年友，从你身上也看得出，我们平台家团结和一个气氛。那么我们晓得，金榜大奖赛虽然已经过去了也4年快整，但是呢，我想观众朋友们肯定记忆犹新。当时光这个你后生天个比赛的气氛，青年啊，你在我干，让台上向大家比技术，产生了金榜10佳。这个所谓青年友啊，到现在来讲，无论到舞台上向，还是大型演出、电视荧屏啊，侪是现在平台的生力军。那么所以呢，你到青年当中，我也晓得，你都是相互切磋啊，相互合作，非常的团结。那么今朝呢，到金华办桌上，搿些10佳的伙伴们呢，还要赶得来作舞。啥人来作舞呢？一个听众就讲着，金榜10佳当中上牛的，你这个平台头呢，黄海华今朝亲自赶得来，要为罗金华作舞一场，有请黄海华。那么今朝的伴奏不得了，啥人到底伴奏嘛？黄海华是将门之地。这样我们当中的小班当中佼佼者，今朝请出我们邢建国团长来为你伴奏，有请。收好了，我算是个香烟，你马上就要叫金色大兵器了。我相信啊，罗清华啊，真正幸福，现在。总理向领导，上级的领导对你非常重视，听众也对你非常恭喜，真正幸福。那么，其实我相信我也不太白，听众非常恭喜我。那么，于先生、汤先生、干部、水波水，今朝听了为阿刁，真的呀，真正从良去。
那么是小两个，那听说是两个人泡磨皮。听众晓得了，我们个人呢只会泡磨皮，我们讲的才是实话。哎，我们讲的才是实话呢，就在唱还是唱实话？听听实话。识得我都做人头，江神不足非才谋。我知道是世人大日里的娘，却又来为国家人勇敢。代代成山，情绪绿，应恩应恩。曲水文旅包，姐姐若许把已经了，这经历君恩佛头。神奇的那些梦是花雨里，谁那太后舍不计较？No。那梦中可是你美人飞，今生以后杀气后。深深夜，心被抖，寂寂美人去路后，去不平挑心头意。莫不是相思离我高，后犯最下。
就是老把妹人家的心悲情。唱不唱相声，得让容得容啥个？大家听众朋友，我们今朝的演出是这个团队的节目是精彩、丰富、辰光长。那么我也感谢你噻，稍微唱两声。对个，培养青年身体力行。一个团里向现在青年有啊，领导这个觉着相当开心，所以呢，你都是这个前半岁刚刚3个月后头会很多工作，我觉着这个作为平台的新力量，心里向觉着很开心。是的，是啊，那个上海话们金光长有，更加有信心把这个事业坚持下去。还要鞭子够掉。那么下头这节目呢，不得了的。哎。刚一看呢，三光刚讲90来着。那么陆金花啊，大家在当年是艺名的，其实这本名呀，对个本来就叫陆金花。哎，那么这个名字啥人起的呢？外婆。哦，外婆起的。哎，因为从小的外婆领导的，所以这个外婆呢，有的是个个性。对个。啊，你看你当个拼档辰光，我也觉着奇怪，我说你哪叫陆金花？人家原籍名叫陆帕昌，书名叫陆金花，你哪一说一样？那么因为从小外婆带的。外婆呢，都是欢喜越籍的，定欢喜陆金花。那么因为是你姓陆，那么就叫陆金花吧。那么这个名字叫得好，锦上添花。那么这样子越籍名叫陆金花的名团，那么现在当然自家也有这样的县名是吧？所以呢，陆金花名气蛮响。那么我想到外婆蛮有钱的，陆金花有这样的名人，这个还叫陆金花。如果你叫亲呢？姓戚的时候，外婆肯定叫你戚儿子的；姓子八呢，肯定到你起名叫八万亲的。中国才是名人不老的。哎，是的。
那么让今朝这样一个特殊业家里向呢，叫啥陆金花啊，自家做事，用观众朋友们比较熟悉的，你得是个曲牌，曲牌，那种旋律，而是搿头曲牌是个现在是讲你熟悉的，是吧？再就放搿只电影，哦上个电影嘛，不讲字，都一听就晓得，猜得出。用搿头曲牌来唱出你的外部的怀念之情。对的啊，那么作词。陆金花，是陆金花。对那么编曲伴奏呢，是上海音乐家有的张怡礼。一切。这生计。